是安怎人若食老筋肉敖流失？是安怎骨力运动会当避免？人若食老，毋若身体比少年时较懒，骹腿含手骨的筋肉嘛敖流失。捌有媒体报道讲，伫台湾每10个老大人，都有一个有筋肉不足的症头。佫有较惊人的代志是，筋肉的流失恐惊比你所想的佫较早开始。根据国外研究，人若过30岁，筋肉就开始豆豆仔流失，挺后到60岁还是80岁的时，分别有要1/4甲一半的老大人有筋肉量无够的问题。这个问题伫台湾65岁以上的老大人的发生率，甚至甲失智症相当。筋肉量若无够，会互筋肉的力头不足，造成人骹骨、手骨较无力，互因愈频繁运动。无得动会互筋肉愈敖流失，恶性循环之下，互老大人后半倒着伤，致使因长期倒眠床，年久月深了后，侪慢性病就对咧来。好消息是，这个筋肉流失的问题会当透过运动来改善。科学界嘛渐渐了解，运动是透过啥个机制伫压制筋肉的流失。甲大家了解进前，咱大先来了解是安怎筋肉会对年岁流失。是安怎筋肉会对年岁流失？咱体内筋肉有2款，随意筋甲不随意筋。随意筋也号做骨骼筋，是出在人的意识做春秋的，亲像骹手、喙、目甲颔骨的筋肉等等。不随意筋有分构成咱心脏的心筋，以及咱血管甲其他内脏的平骨筋。因的春秋由自律神经调控，无受人的意识控制。一般来讲，会对人的血受增加来流失的筋肉，主要是骨骼筋。筋肉干细胞，骨骼筋由一条一条的筋纤维，也就是筋肉细胞积粒做伙来成的。发育好势的筋纤维袂过分裂，所以成年人若想要互筋肉再生，通修复损害的筋肉，就要挖靠所有的筋肉干细胞。筋肉干细胞的量会对年岁减少。少年人的筋肉干细胞占规身躯筋肉细胞的数量约8%，毋过到70岁左右会落到剩0.8%尔。所以食老筋肉若着伤，通常会较恶复原。粒线体，粒线体是咱细胞的发电厂，提供维持细胞生理功能的能量。筋肉若要勇行有力头，的确要有够额的粒线体。早前就有科学研究指出，粒线体的功能若害去，或是数量减少，无定定会致使筋肉量流失。伫2013年，瑞士的药厂 Novartis 的科学家就发现粒线体功能衰退的老鸟鼠仔，定定有筋肉流失的现象，暗示粒线体伫维持筋肉健康所扮演的要紧角色。荷尔蒙，咱的血液中有侪款互筋肉干细胞维持分裂再生能力所需要的荷尔蒙，因的浓度会对年岁减少，造成筋肉干细胞的再生能力哪来哪歹，出现筋肉老化的症头。伫2005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干细胞学者 Thomas Randall 甲少年含老的鸟鼠仔的血管相连，互因的血路相通，来研究血液中的荷尔蒙对筋肉干细胞再生能力的影响。伊的结果显示，少年鸟鼠的血液会使互老鸟鼠体内老化的筋肉干细胞恢复再生能力，修复害去的筋肉，而且连肝脏的再生力嘛得到提升。可见少年鸟鼠血液中的健康荷尔蒙，有影是维持筋肉健康的要紧元素。含这个实验概念相共的荷尔蒙替换疗法，嘛已经互人伫临床证明会当甲筋肉因为老化失去的功能捡倒转来。运动压制筋肉老化，
虽讲造成筋肉老化因端是济佮复杂，致使医生真学找到好药仔通对症落药。毋过有不遮济研究拢指出，运动会使避免或是改善筋肉老化的症头。若规工坐咧无爱运动，会恶化筋肉的老化。去年一个英国团队就发现，长期有伫骑铁马运动的人，因毋若筋肉量无因为食老来减少，甚至免疫系统的功能嘛真好势。所以，咱不时拢会听到医生伫甲老大人提醒骨力运动的重要性。运动会使透过几若种机制来压制筋肉老化。下底咱简单拣3项来甲大家了解。第一，加添筋肉干细胞的量。有接运动的老大人，因骹骨甲手骨内的筋肉干细胞的量，会比规工坐咧看电视无爱振动的人较丰富。这也就是为怎样伫当骹头有手术进前有伫运动的人会较快复原。第二，维持粒线体的健康。运动互骨骼筋内底粒线体功能较好，数量嘛较济。美国和加拿大的学者分别观察到有氧运动会使互筋肉细胞生较济粒线体，互筋肉较发达。而且做无共款的运动，对筋肉的健康真要紧。可比讲爱出力的举重，会使促进生较济粗勇的筋肉，增加筋肉的耐力。训练心肺功能的有氧运动，会使加添粒线体量，维持筋肉细胞的健康。第三，开互血液中荷尔蒙的浓度。运动互人观察到，有通来开互血液中和筋肉健康相关的荷尔蒙的浓度，而且嘛会当降低甲发炎有关的荷尔蒙的浓度。这会引起发炎的荷尔蒙，常常互老人出现筋肉无力的症头。筋肉是咱体内上大的组织，占体重的30%至40%。伊毋但互咱会使活动、呼吸，而且嘛扮演维持血液中血糖、脂质甲氨基酸平衡的要紧角色。因为老化造成的筋肉流失，常常互老大人着可比大颗和糖尿病等等的病症。捌有美国学者发现讲，做1点钟的快步行路运动，会当互老妇人人过长工筋肉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愈悬。胰岛素是胰岛细胞所分泌的一号荷尔蒙，伊会指示肝脏甲筋肉细胞甲挤出来血糖吸收，稳定血液中的血糖浓度。筋肉对胰岛素的敏感性若悬，身体控制血糖的能力就较好，较袂大颗也是着糖尿病。虽讲未来医学界甲制药界凡是有才调发展出阻断筋肉老化的药仔来改善筋肉的流失，现此时活到老、动到老，永远是大家公认上好的药方。